歡迎收睇今晚嘅環球金融快線，先睇睇重點新聞。蓋特納訪德國期間讚揚歐盟成功穩定歐元，同一時間德國央行總裁堅持歐洲央行要多次加息。冰島經濟再次收縮，舊年第四季嘅 GDP 按季跌 1.5%， 有再陷衰退嘅風險。美國銀行行政總裁話，出年開始業務會正常化之後，會增派息同埋回購股份。另外就唔認同華府計劃削樓宇按揭本金嘅建議嘅。大家好，今晚繼續有黃 Sir、黃冠一同我一齊主持節目嘅。黃 Sir 你好啊！你好 Candy。今晚第一個嘅重點新聞咧，同大家講咧就係歐盟方面啦，領袖開會討論永久援助機制之前，美國財長蓋特納咧就突然間旋風式咁樣訪問德國一日嘅。蓋特納咧就讚揚歐盟啦喺債務危機嘅時候咧維持歐元穩定，咁亦都係同咗德國央行總裁韋伯啦同埋歐洲央行總裁特里謝會面嘅。韋伯咧同時就話啦，要加息幾次咧先壓低到個 CPI 嘅。不過特里謝之前咧先至講過啦，可能喺4月加息，但就唔會連續加息㗎。網上睇到今次蓋特納咧佢訪德國，究竟佢動機係乜嘢咧？同埋喺訪德國期間，其實都有講及過歐元，其實係咪同歐元係有關係咧？即係佢聽到兩個咁重要嘅人物嚇，包括歐洲央行嘅行長特里謝話加息。咁你唔好話加次息，跟住就唔加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呢樣起碼加息咧，就可能咧會將個歐元扯咗上去，就拱低呢個美元嘅。咁韋伯咧就話要加3次，即係加0.75%，咁應該係3次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兩個重要嘅人馬咧，就都話加息咧，可能係佢想知道究竟你有冇咁嘅條件加息，係嘛？因為喺個油價上漲嘅途中，經濟未係咁好嘅時候，你走去加息咧，會唔會令到經濟下陷咧？咁樣呢個可能係第一個原因。另一個原因咧，佢可能佢係利用呢一次嘅走訪咧，就喺外邊講翻説話俾裏邊嘅人聽嚇，就係話咧，你哋咁樣即係意思即係話咧，我哋咁樣印銀紙法咧，可能會好危險嘅。我哋其實咧都要諗下學下德國咁樣咧，因為佢讚德國啊嘛，咁啊同下德國咁樣節衣縮食咧，可能會好啲。係咪先嚇？咁啊，另外又有一個諗法咧，就係話 OK，你真係加息嘅話咧，咁啊啲美元會弱啦，可能佢真係知道美元會弱咧，就變咗可以拆到奧巴馬係啦。如果唔係你美元弱，你可以翻一翻啫，係咪佢嘅出口？咁翻一翻之餘咧，美元再弱咧，就可以再 inflate 啲資產，因為佢個 QE2 其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，佢又想即係令到啲資產咧就漲價。咁第一咧，修補好多跨國公司嘅資產負債表，另外咧亦都係即係可以即係喺外邊撈一筆咁樣翻嚟咯。我估係。咁啊，即係各國咧都諗盡辦法啦，佢令到自己嘅經濟增長復甦。咁但係睇翻冰島啊，咁佢就再出最新個第四季 GDP 啊，咁啊出現一個再次收縮嘅情況，按季咧跌咗1.5%，咁但係睇翻按年啦，仲好彩咧就錄得0.1%嘅增長嘅。至於第三季咧上調至到按季增長2.2%嘅。嗱，冰島咧經歷過信貸危機咧，經濟一蹶不振之後咧，而家咧佢好努力嘅做緊一樣嘢，就係翻去個國際資本市場嘅。咁啊，其實喺冰島之前咧已經有英國啦同埋新西蘭最新一個季度嘅 GDP 咧係出現按季嘅負數㗎啦。咁啊，究竟呢啲嘅成熟經濟體咧有冇機會好似大家而家喺度再揣測、再講緊，再陷入一個衰退嘅情況咧？其實咧呢三個呢個所謂嘅成熟經濟體咧，都係一個痛苦邊緣嚟嘅，係咪先嚇？咁你要睇到佢哋個 GDP 就出現負增長，咁人哋有好多都砰砰聲，好似美國啊，就算歐洲都唔錯，係咪先嚇？咁咧就即係變咗三個都好似私人獨潮水咁樣，尤其是新西蘭添，佢仲遇到啲天災嚇。咁我覺得咧就。油價再上呢啲咧，對呢啲咁嘅國家咧個影響都係好大下嘅。咁亦都唔好話即係未來咁容易咁睇好佢哋嘅經濟啦嚇。咁啊，呢啲國家經濟大家就要再放長雙眼啲睇睇，究竟有冇機會咧再錄翻一個按季正增長啦。嗱，咁講開呢啲即係賺翻錢或者有翻正增長咧，一定要睇睇美國嘅金融業啊嚇。好似舊年蝕錢嘅美國銀行啦，咁啊行政總裁莫尼漢呢就對前景非常之樂觀啦。咁佢就話預期業務咧係出年同埋後年呢就會回復正常嘅水平，到時候咧就會回報股東噶啦，咁啊提高股息啦，同埋回購股份嘅。上日網上我哋有講過啦，即係華府打算咧做一樣嘢去幫一啲咧未必能夠供得到樓嘅人咧，就係話幫佢哋減一減佢哋嘅按揭本金嘅。莫尼漢就話呢個方法係唔可行嘅，尤其係你點樣定咧？邊個要幫咧？亦都話美銀咧其實都不斷係幫緊業主重組按揭噶啦。喺金融海嘯嘅時候咧，大家都記得咧，呢啲大型銀行咧都接受華府嘅幫助嘅。而家好景啦，咁啊淨係諗得住咧就係回報
個股東啦。咁其實在商言商，究竟美銀或者其他大銀行需唔需要咧幫業主或者幫社會幫到咁盡呢？咁啊，其實咧就琴日我都講過，呢個係陽謀嚇，項莊舞劍就志在獨債。但係希望咧就睇 mark to market 咧，自己咧就唔使吞咗啲毒債咧，就即係破產或者死亡嚇。咁銀行係咁樣噶啦，公我贏字你輸，你注資俾我，梗係做得到我咩？我就大大聲我話要幫啲股東啦。不過咁樣呢度咧就，如果你真係咁樣嘅業主，而家據聞有成1萬億嘅按揭，1萬億喎。咁你幫得邊幾個咧？當你話我要幫呢啲嘅時候咧，個個都話我自己窮啊，我死啊，我唔掂啊，我就嚟跳樓啊咁樣。咁呢啲犯咗道德嘅災難，我覺得就係即好似香港咁，突然間個個派錢喎，我都話啦。做一個政府 ，I cannot give you a definition of success，but I can give you a definition of failure。即係你失敗嘅 definition 係咩咧？is to please everybody。你去滿足所有人喎，咁實死嘅，我話俾你聽嚇。咁啊，美國嘅樓市而家暫時仲未能夠全面復甦啦。咁啊，今晚咧都出咗一啲嘅美國按揭嘅數據嘅。咁啊，上個禮拜嘅美國按揭貸款活動咧，其實出現一個全面向好嘅情況㗎。嗱，美國按揭貸款銀行協會公布咗截至到3月4號為止嘅一個禮拜啦，按揭貸款申請活動指數咧回升去到514.2啊。咁啊，指數咧就係按禮拜咧升咗15.5%㗎。咁至於同期嘅購房指數咧，按禮拜咧就升咗13%嘅。至於再融資指數咧，按星期咧就升咗17%㗎。嗱，喺數據公佈之後咧，可以睇睇咧美股最新個情況先。兩大主要指數咧，暫時都係偏軟㗎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緊16點，標準普爾500指數咧係跌緊3點㗎。網上見到啲按揭貸款數據啦，都 OK 啊，見到都升得幾靚啊。點解美股反應唔到咧？咁啊，市況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你都話要走多轉咁，走多轉咁，其實咧，我話應該走多轉。如果再穿咗落去下邊咧，就應該會淡啲。咁佢最低落1306嘅 S&P 又走翻上嚟1320嗰頭，喺度冚我一嘢。咁今日又咪跌翻落去。應該我諗喺13即係1306左右至到1331左右咧，即係係呢個 range 走多幾轉都冇所謂啦嚇。咁啊，其實今個禮拜稍後時間仲有啲零售數據嘅，或者大家待觀望一下啦嚇。嗱，睇埋歐洲股市啦，咁啊早段呢其實都係普遍下跌嘅，咁啊再睇睇現時個情況，咁啊繼續咧都係偏軟㗎。富時100指數咧跌緊29點，法國 CAC 指數跌14點，至於德國 DAX 指數咧跌緊20點嘅。國際油價咧持續企喺100美元樓上啦，美國咧就傾緊5個方法啦去應付汽油價格上升嘅。咁究竟呢啲方法係治標定係治本呢？轉頭翻嚟會講下嘅。